国犹太人安德鲁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在中国驻汉普斯特德大使馆办公室外面抗议已有近1年的时间。站在路边，一个孤独的抗议者来回摆动，向每辆过往的汽车展示他的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集中营中有300万穆斯林。在2018年末，针对中国在所谓的再教育拘留几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卫星图像开始浮出水面。对于安德鲁来说，这是新疆集中营的不可否认的证据。由于我的个人经历，我觉得我不能坐在家里。他说，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安德鲁称自己为典型的东正教犹太人，他与家人一起住在伦敦，并作为商人工作。他的家人遭到了纳粹德国的迫害。在国际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联盟发起的东突厥斯坦民间外交运动的框架下，东突厥斯坦代表团在马来西亚开展了密集的活动，以将东突厥斯坦问题纳入伊斯兰世界议程，并在穆斯林人民中提高对突厥斯坦的认识。代表团将在清真寺、学校和大学举行各种会议，由东突厥斯坦媒体协会主席阿卜杜瓦利斯、和田和澳大利亚东突厥斯坦学会主席，以及东突厥斯坦人权观察组织名誉主席诺尔穆罕默德突厥斯坦组成的一个代表团，于1月21日抵达吉隆坡，开始了为期10天的访问。土耳其大联盟党领导人穆斯塔法·德斯提奇在其党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议程进行了评估。他说，土耳其一些圈子试图否认中国政府对东突厥斯坦的压迫，他们希望人们无视中国的罪行。如果没有任何压迫，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东突厥斯坦的人打电话？既然没有迫害，我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和东突厥斯坦的同胞聊天吗？既然没有迫害，没有种族灭绝，这些集中营中没有酷刑，为什么我们不能坐飞机去东突厥斯坦呢？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急剧上升。中国卫生官员称，截止到星期三，确诊病例已经上升至544例，死亡人数达到17人。中国媒体报道，自今天早上10时起，武汉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开武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当局呼吁市民无特殊原因不要离开武汉。去年12月，这个位于华中的1000万人口都市首次出现涉事病毒。日本、韩国、美国和台湾均报告出现一个确诊病例，患者全部是最近来自武汉或去过武汉的人。英国议会上院1月22日晚通过脱欧协议相关法案，这意味着英国已完成1月底正式退出欧盟前的所有法律准备程序。英国议会上院22日晚通过了经下院修改的脱欧法案。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22日表示，法案顺利通过意味着英国将在1月31日如期脱欧。英国终于能放下过去3年里的积怨与分裂，开始集中力量打造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一法案将呈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批准，预计欧盟最高官员将在未来几天内签署该协议。而欧洲议会议员将讨论在英国居住的欧盟公民以及在欧洲大陆居住的英国公民的权利。英国将于1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从2月1日起，英国将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它将继续遵守欧盟规则。